母鸡团体新竹母鸡囡仔群常常举办台语家庭活动，这家长之间也互相分享是安怎在日常生活当中参囡仔做伙学台语、讲台语。讲到最近这国家双语政策引起众人议论，因是认为讲着爱事先来认捌家己，才去熟悉无共款的语言文化。 活动一开始就用台语故事来讲予囡仔听，还有台语家庭特别讲宽岛旅行所遇到的趣味代志。大家现场轻松开讲，也透过分享，予母语家庭在生活中讲母语、学母语的过程中，袂感觉寂寞。囡仔伫即个环境内底，伊自然耳孔拢是抛开的，伊毋哪甲你学台语尔，伊嘛甲即个妈妈学中部的腔，即个妈妈学新竹的腔。 迄个妈妈学下港的腔，爱创造环境啊，愈侪人来愈好，啊，大家来做伙讨论讲吼，咱伫讲台语的过程有拄着啥物问题。母语老师捌教大家安怎予囡仔学台语的撇步。会使先讲一句母语，啊，才讲一句华语。啊，等你感觉讲，囡仔伊已经听有啊哦，你咧讲第一句母语的时阵，伊就已经听有啊，咱就会使甲华语摕掉啊。 对，啊，其实安尼坚持几个月，你会发现，其实囡仔伊学习能力非常紧。最近双语政策引起讨论，母语团体嘛有看法。咱爱先熟悉认捌家己，啊，才为我家己本身的看向规个世界，啊，去了解即个世界其他无共的族群，吼，佮有无共的文化，这是我感觉较正确的国际观。 有袂少人拢感觉学外国语言，囡仔才有竞争力，才有国际观。毋过母语团体提醒，咱应该爱先认捌家己，才去熟悉包容各种无共款的语言文化，这顺序才正确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